来讲一个互人较无奈的新闻，伫桃园的龙潭有一个社区，昨有住户翕到停车场内底向喷消防泡，有几台车拢有这个泡爆掉咧。部分的住户反映讲，这个钣金嘛有伤到。这个社区的主委是表示讲，有协调厂商甲各位住户去处理，厂商表示讲会负责。 规片白死尸看起来亲像伫咧落雪，不过这毋是伫咧风景区，嘛毋是电影伫咧播浪漫的水水景，是伫咧社区内底停车场，互住户拢看甲硬硬起。社区伫咧桃园市的龙潭区，昨有住户翕到这个画面，除了看到家己的车去捌到真济泡，佮指控消防厂商讲这消防泡袂去影响到车，不过伊嘛是真烦恼。现场来看，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公平一点，因为双方都可以就事实来去做一个评估。社区主委了解状况了后，遂联络相关厂商来调这件代志，若实际回到司法停车场。 社区2023年才交出住户的真无欢喜，因甲所在布甲真垃圾。管委会讲，厂商已经清好势，涂骹含车嘛有流瓦初步变过，嘛想要问消防泡到底是啥货？附载在燃烧物的表面，然后阻隔空气，让它达到一个窒息。然后泡沫里面大部分都是水，所以水还可以达到降温的作用。 专家嘛讲，消防泡其实有化学物质，除了水果表面的活性剂，帮助水和空气混合产生泡。若稳定，这是用来保持泡的结构和稳定性。若是无处理好势，可能影响车钣金的考察。就是让他先去洗车、去打蜡。那住户也提出了，是不是给他1个礼拜的观察期？那厂商也答应了。住户就讲，车钣金受损，厂商愿意担相关责任。 专家就建议，若是拄到相同的状况，要紧用清水洗，车才袂受到损害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